我讲的在伯恩夜秀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最大的威胁，军事威胁70年来是指哪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有没有第三题？有没有第三题？来，洪一福，请。我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对中国讲任何批评或负面的话都有这么大的迟疑。如果一个当总统的人该讲的话都不敢讲的话，那他如何要领导人民？如何要替人民表达人民的关切的事情？勇敢一点，赶快举手，都不举手。台湾下一代要勇敢啊！600万的事情，你有没有要对外？有没有其他问题？关于刚才的政见发表，有没有其他问题？了解了，我讲的在伯恩夜秀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最大的威胁，军事威胁70年来是指哪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有没有第三题？有没有第三题？来，洪一福，请。我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对中国讲任何批评或负面的话都有这么大的迟疑。如果一个当总统的人该讲的话都不敢讲的话，那他如何要领导人民？如何要替人民表达人民的关切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对一个领导人所必要的这种特质跟勇气确实是看不出来，在韩市长身上是有。蓝绿都是在司法上是烂兄烂弟，但是韩国瑜在2场政见会里面不断的提出特侦组对蔡总统的攻防。您对特侦组重启的这个立场是什么？还有就是说，您批评两方司法好像看起来都有问题，这种烂兄烂弟的形容，可不可以进一步再更说明？谢谢。是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切。司法不是一个点，司法是一个面。司法的公正性不是只有公正的检调而已。请问，检调只是起诉？请问，这个审判的过程到底怎么样？这些程序的正义，不就是刚刚蔡总统他自己也提到的，不是一点，是一个面，不是用说的，是全面的事情。其实很多人都重视到这个问题，但是只有特侦组，请问，特侦组后面所提的这些案子，是特侦组就可以决定吗？最后还是要经过我们法院的系统。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现在的法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在这边不需要去挑剔。